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呢，因为空气污染、地震旱热，也佮有这个能源设备也无够，所以生活品质呢是受到正大的影响。当地政府是来考虑要甲首都搬去到南边瓦阿曼湾的所在，也毋过其实这项工程也佮需要真侪基础的建设，有影是真困难。 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第1月提出甲首都迁离开德黑兰的想法，目前政府正在考虑瓦南部阿曼湾和巴基斯坦边界的马克兰地区。政府讲，目前无选择，必须要甲政经中心迁到南方，但是无提出任何时间表。 德黑兰是伊朗的第一大城市，都会区有1500多万的人口，嘛是伊朗对18世纪以来的首都。但是这伫个内陆，工业和车的废气较会积伫内面，当年都有严重的空气污染。另外，因为过度抽地下水，嘛造成地站塌落去的问题，连供电设备嘛袂用得啦。 We have problems from our sky up, and as you said, the earth beneath us is also sinking. And right now, as I'm speaking to you, the power in my neighborhood is out. It has been out for an hour and a half. 这迁都的想法已经不是第一摆提出啦，甚至对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都有人提出这个想法。不过，因为伊朗的路网、电网这资源的规划，同款是以德黑兰的都会区做核心，伊朗人是普遍认为迁都的难度实在伤大。 I think it's funny because it's not possible to move it with all these government buildings. And okay, if you move it somewhere else, we'll have the same problems. It's ridiculous. 政府当地考虑的马克兰地区虽然讲瓦港口方便无益，但是开发度真正足低，离主要城市嘛较远，而且水电的供应拢无够。专家讲，若要自头来建设一座城市，更加需要长远规划，加上持续开大钱来投资，才有可能完成。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